今日所有人嘅預期都落空咗，點解我哋冇跟上降息嘅節奏，竟然又保持咗戰略定力呢？咁其實好大原因係為咗暫時性咁保住銀行嘅利潤。而家銀行嘅淨息差大概剩翻1.5左右，而國際警戒線咧係1.8%。低於1.8亦都意味着銀行冇錢賺咯。淨息差咧其實就係銀行嘅貸款利率同埋存款利率之間嘅利差。所有嘅金融機構包括銀行都係靠呢一個嚟揾食嘅。咁而家大部分嘅城市嘅按揭利率已經低至2.8左右啦，而銀行嘅定期利率咧大概係2.3甚至乎更低。所以一旦降息嘅話，銀行嘅利潤就會繼續被壓縮啊。當然啦，下一步存款利率亦都會繼續下降。咁本來我哋嘅收益率就非常之低啦，如果繼續降息嘅話，話唔埋啊，仲會引發存款搬家嘅趨勢。畢竟人哋對面雖然係降咗息，但係佢嘅利率依然處於高位。今年咧就已經有好多人走咗去香港啦、新加坡等地去購買一啲金融產品啦。咁呢一個亦都會導致銀行用嚟賺錢嘅本金減少。所以降息對銀行嚟講咧係一種利空，加息反而對銀行係一個利好。咁通常嚟講咧，降息週期嘅時候，銀行股會下跌，加息週期會上升。咁另外仲有一個更加重要嘅原因係，而家市場都喺度期待緊銀行將會下調存量房貸利率。咁下調存量房貸利率其實就係變相咁樣叫銀行將嘅利潤分俾大家。所以短時間如果同時進行2次降息嘅話，銀行估計會元氣大傷。咁銀行畢竟係親生仔啊嘛，繼續攞銀行嚟開刀都係有啲堆咁唔捨得嘅。只能夠話降息係一個大趨勢，銀行業、金融業嘅利潤逐漸減少，亦都係一個大趨勢。其實金融行業亦都係社會經濟發展嘅一個結果。經濟蒸蒸日上，企業願意貸款投資，咁銀行等金融機構嘅錢自然就會流動起身，銀行先有錢揾。但係我哋咧而家就係處於之前辜朝明先生提出嘅資產負債表衰退嘅嗰個時候。每個人都喺度諗辦法提前還貸，企業唔借錢，社會個人企業即使佢係賺到錢，佢都係攞出嚟提前還貸款，盡量減少負債壓力。咁一旦貸款還完之後，亦即係話銀行嘅利潤將會被清零。咁其實今日呢件事咧都話咗俾我哋聽，銀行而家只能夠靠上面嘅短時間嘅偏愛去保住一啲利潤，但係隨着淨息差越嚟越低，銀行業嘅利潤就會越嚟越少。可能大約2-3年之後咧，金融行業就會變成一個唔賺錢甚至落魄嘅行業，就好似今日嘅房地產一樣。因為哪怕而家唔捨得攞銀行嚟開刀，唔捨得降息，但係為咗促進經濟發展，銀行降息係遲早嘅事。因為週期趨勢如此，冇任何人可以改變得到。